歡迎嚟到家之良品家具火炭分店。我哋新店開張空間闊落，無論你係想揾實用慳位嘅床，定係精緻嘅收納櫃，呢度應有盡有高架床、組合床、衣具床、雙層床，仲有各式各樣嘅儲物櫃、餐邊櫃同玄關舉，一次過滿足你全屋家具嘅需要。先講我哋嘅高架床設計新穎結實耐用，床架升高之後，下方可以靈活置成書或衣櫃，慳位之餘仲非常美觀，擺喺睡房即時提升格調。最後介紹餐邊櫃同玄關櫃，餐邊櫃有齊開放式層架同封閉式櫃筒，玻璃門展示精緻餐具，下層儲放乾糧同調味料，用餐時隨手拎取非常就手。玄關櫃就貼心設計咗換鞋凳同掛鈎，返到屋企可以輕輕鬆鬆除鞋掛衫。下方大容量鞋架放得落全家嘅波鞋、高踭鞋，仲有舉筒擺鎖匙信件。每一件家具都係精工細作，實用又美觀，快啲過嚟火炭分店親身體驗啦！